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最近網上咧熱烈咁討論緊一單咧關於咧呃錢眾籌嘅事件啊！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詳細咁梳理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啦，整一個嘅懶人包，等大家咧可以了解清楚嘅。咁事源嘅起因咧就係一位咧40歲嘅中學體育阿 Sir 啦，陳 Sir 啊叫做。咁舊年11月咧開始咧身體咧出現一個唔舒服嘅情況啦。咁喺今年嘅2月咧先後確診咗克隆氏症同埋咧第4期嘅擴散性嘅癌症啊，咁佢嘅體重咧暴跌咗55磅啊，原本咧健健康康嘅身形咧就跌到得翻117磅。咁佢太太咧就喺呢個社交平台發文啊，透露咧佢老公嘅有薪病假咧預計咧今年5月就會結束啦。面對於未來咧漫長嘅標靶藥啊、醫生診金同埋其他治療嘅費用咧，為佢哋嘅家庭咧帶來沉重嘅經濟負擔啊，因為咧呢一啲嘅醫療嘅費用咧都幾多下，各種各樣嘅費用咧帶來好多嘅壓力啦。咁佢老婆啦就喺貼文度寫啦，佢就話咧一個人咧又要照顧患咗重病嘅老公啦，又要照顧啱啱出世嘅小朋友，實在咧好難咧一個人去承擔呢一份沉重嘅醫療同埋家庭開支啊，所以咧佢決定發起一個私人嘅募捐，希望咧可以幫家庭咧減輕呢一個嘅財政壓力啊。咁喺呢一個嘅事件曝光嘅初期啊，唔少網民咧都好同情啊，紛紛伸出援手啊，而且咧藝人張繼聰咧亦都響 IG 咧轉發咗佢嘅貼文啊，呼籲大眾咧一齊幫手啊，並寫上咧加油，一切會好，希望大家幫手啊。而阿 Coffee 咧亦都收到咧粉絲嘅私 chat 啦，告知咧佢個朋友患病嘅情況。雖然 Coffee 咧最終咧冇公開咧呼籲叫粉絲去到捐錢啦，但係因為咧自己咧都係一個新手嘅媽媽啦，對於呢一個嘅11月大嘅 BB 咧感同身受，所以咧私底下咧捐咗錢，並且咧留言鼓勵啦。佢事後亦都解釋翻啦，作為一個啱啱生完 BB 嘅佢嚟講咧，覺得咧感同身受，所以咧自己就捐咗錢，同埋咧留咗個言俾佢哋鼓勵下佢哋嘅一家人嘅。咁正當大家咧以為自己咧都做緊好事之際啦，事件咧出現咧驚人嘅逆轉啊！有網民咧發現咧陳太嘅 IG 咧充斥住奢華生活嘅痕跡啊！佢不時咧曬出咧 Hermes Chanel LV Louis 嘅名牌手袋，仲帶住一啲嘅名貴嘅首飾啊！有網民仲發現佢曾經拍攝過 home tour 嘅短片入面咧。片入面嘅獨立屋咧，話面積超大啊，同佢嘅親友嘅聚會相咧嘅環境吻合啊，疑似就係佢哋或者家人嘅物業。面對住呢份質疑咧，阿陳 Sir 咧曾經都解釋話咧，嗰啲名牌咧係深圳嘅 A 貨啦，但係呢種講法咧明顯咧令人難以信服啊！有網民就計過條數啦，咁一隻眼咧閒閒地都20幾萬，淨係個袋都成過百萬啦，都仲眾籌啊！真係都唔知講咩好啦。面對住呢種情況，咁事件喺 First 咧同埋各大嘅一啲嘅網絡嘅群組咧持續發酵呢件事啦，網民亦都紛紛咁質疑富裕家庭公開眾籌嘅合理性啊！有啲人就話啦，喂，係咪真係咧需要向網絡上面嘅陌生人眾籌？奉勸大家咧發放自己善心之前睇清楚啊，唔好咁輕易咧將自己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錢咧就捐出去啊！亦都有網民就話啦，喂，賣咗你啲袋都夠醫病啦請問咧太太即係佢個老婆咧，可唔可以將啲錢咧退翻俾啲受害人啊？喂，你屋企咁大咧，咁豪華，仲好意思問人攞錢？對於今次嘅眾籌風波，大律師咧陸偉雄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，事件咧要從法律同道德兩個層面咧分開睇啊。以法律嚟講咧，目前香港咧就冇特定嘅法例咧專門管呢啲眾籌嘅活動嘅。而陳 Sir 真係有病需要醫藥費咧，呢個係事實嚟嘅，所以咧都做唔到呢一個嘅詐騙或者欺詐罪啊。但係道德層面咧就唔同啦。按照咧一般大眾嘅認知如果屋企人咧患病需要咧醫藥費，當事人應該先考慮變賣家中嘅資產，例如咧一啲手袋名牌貴重嘅嘢啦，真係唔夠嘅先再諗眾籌。呢個做法先至叫做合理、正常、妥當啦。佢亦都強調就話啦，喂，你咁有錢，但又要去眾籌。公眾嘅觀感上咧，自然會覺得有問題啦。不過咧喺法律上咧，佢亦都冇話有啲乜嘢嘅欺騙或者詐騙亦都基本上就係不了了之啦。最後我覺得會係咁。而由於陳 Sir 咧係任職喺呢個政府資助嘅津貼中學啦，佢嘅公職人員身份咧會唔會令呢個眾籌行為咧受規管咧，亦都成為呢一個討論嘅焦點啊。而教育局咧回覆查詢嘅時候就話啦，喂，當局咧好重視教師嘅專業操守已經聯絡咗有關學校啦。
佢就咧了解咗，知道學校咧已經啟動咗危機嘅處理小組跟進。而喺今次嘅事件當中咧，當初咧出於善心咧幫忙嘅藝人咧，亦都受到牽連啊！張繼聰嘅社交平台咧，俾啲網民咧湧入留言啊，叫佢咧回應翻呢個眾籌嘅事件啊！如果係未經證實咧，唔該你咧呼籲停止捐款啦，等件事情咧得到澄清，再呼籲捐款咧都未遲嘅。香港人嘅善心咧唔應該俾人利用啊！有人更加質疑啊，喂，你點樣賠翻俾人啊？呢啲嘅捐款啊，感覺咧自己咧捐咗款嗰啲咧，好似咧俾人利用咗善心一樣啊！而導演彭秀慧咧，亦都喺呢個 First 度發文啊，直言啊，點諗到後續嘅發展咧，竟然會變得如此荒謬啊！佢話咧，不負責任眾籌嘅人咧，尤其係本身有能力嘅人咧，係絕對有問題啊！因為你利用緊咧其他人嘅同情心。坦白講，我見到嘅時候咧，都感到愕然同埋失望啊！咁而面對住咧群情洶湧啊，佢太太啊陳太咧，先喺呢一個嘅 IG 上咧剷除所有嘅負評啦，並且將 IG 同埋 First 嘅賬戶咧轉為咧不公開，最終咧更索性咧清零啊，將所有嘅資料咧都刪除啊！不過大批網民咧轉移陣地啊，轉移去到陳 Sir 嘅 IG 咧，繼續聲討佢哋啊！阿陳 Sir 咧對上一次出 po 咧係2日前啊，寫住啊身體咧在抗議，呼吸咧在急促啊！但佢同自己講啊，黑龍岩將軍唔可以認輸嘅。佢仲曾經咧喺呢個限時動態出 po 啊，話希望咧獲得咧三星贊助一部過萬蚊嘅最新型號手機。佢話咧想學 AI 嘢喎，結果咧就再俾網民喪鬧啊！喂！你想要嘅話，你咪自己再俾錢咯，做乜要用病嚟到作為佢嘅賺錢工具呢？有部分嘅網民咧聲稱咧話收到咧佢老婆嘅退款啦，留言就話啦佢哋都算知錯嘅，大家不如放佢一馬。但係即使咧被質疑冇證據啊，唔知係咪洗地啦，係啦，冇任何嘅證據顯示啊有啲退換翻嚟啦，即係話其實呢件事咧都幾神奇下嘅，因為呢一個陳 Sir 同埋佢個太太咧，我估計咧。佢哋嘅學歷應該都幾高下嘅，因為你諗下啦，又有呢一個嘅教師啦，做教師嘅，跟住又有咁多錢啦，咁相信咧應該都係會有學歷嘅人啦，我估。但係就唔知點解咧，就貪埋啲小便宜啦。你話一開頭咧，一開頭患癌，然之後咧就呼籲叫人去到捐款啦。咁佢自己咧其實係未完全出晒力嘅。因為其他人咧都發現到咧佢有一啲嘅名牌啊嘛，即係有一啲嘅叫做資產，其實佢係可以變賣嘅，但係咧就冇變賣到，係啦，就直接咧向公眾啦因為咧有呢一個嘅咩經濟負擔係，又話有呢個小朋友啱啱出世嘅，所以咧就話想要捐款眾籌，其實冇可能嘅係啊，只要啲網民一發現咧。話你原來咁有錢嘅，人哋嘅廁所仲大過你間屋嘅時候，喂你就覺得哇香港人就俾人利用咗啊呢一個嘅善心，跟住仲喺 IG 度咧出呢個限時嘅動態咧，就話哇想要咧 Samsung 贊咗一部過萬蚊嘅手機去學 AI 喎，哇！我以為咧呢個陳 Sir 咧係嗰啲公眾人物啊，或者係嗰啲咩 YouTuber 啊，好出名嗰啲啊，跟住估唔到咧呢個陳 Sir 咧。係呢一個嘅患病嘅人士，然之後喺度搞緊眾籌嘅。好老實講，患病嘅事咧都真係幾同情嚇，亦都咧都40歲啦。老實講，其實就唔算話十分老嘅，但係患咗呢啲病咧都真係幾慘嘅。但係咧利用自己嘅慘，然之後咧去買同情嚇，博同情，然之後去眾籌咧呢啲事情咧，其實係真係我會覺得係一個好衰格嘅行為咯，完全係即係。好賤格啊！簡單啲嚟講就係 OK。咁最後呢件事啦，發展到呢一度啦，相信呢大家都見到啦。眾籌嘅原意呢，其實係幫助呢有需要嘅人啦。但係如果佢本身呢有資產呢，而又唔動用嘅話呢，反而第一時間呢就向公眾伸手喎。咁樣呢唔單止呢辜負咗呢善心人嘅好意啊，更加可能令呢真正有需要嘅人呢將來呢難以獲得幫助啊。唔知大家咧又點睇呢件事啦？你認為咧富裕家庭眾籌咧係咪合理嘅咧？歡迎喺咧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咧俾個免費嘅訂閱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